今時今日，有將近90%嘅後生仔負債，債務由1萬到12萬不等。雖然有部分後生仔每個月出糧即刻還清債務，但後半個月入不敷出，仍然要背負數千元嘅債務。喺呢一個幾乎人人都負債嘅年代，僅有13.4%嘅後生仔零負債。佢哋信用卡有額度，先付後用有額度，但偏偏控制住自己嘅慾望，絕對唔會提前消費。超過48%嘅後生仔冇能力應對突發5000蚊以上嘅支出。零存款嘅後生仔超過33%。消費金融數據指86.6%嘅後生仔用過信貸產品，44.5%已經有實質性負債。有實質性負債係咩意思呢？你賬面上存在一筆未結清嘅債務，例如出咗賬單之後冇一次過還清，手機、電腦等分期付款未供完，以及房貸、車貸，全部都屬於實質性嘅負債。相反，如果你當月全部還清，並唔算實質性負債。今時今日，將近50%年輕人每個月都要還錢，平均每個年輕人負債12萬7，債務收入比41.75%，亦即係講你每賺100蚊，有差唔多42蚊都係屬於你過去嘅自己。講到零負債，好多人第一反應係一定屋企好有錢，一定係唔識享受生活，一定好慳好窮酸。但現實完全唔係咁噶。喺呢一個13.4%嘅人群之中，有打工仔，有自由職業者，有月入4-5千嘅普通年輕人。佢哋有一個共通點，佢哋唔係賺得最多，而係拒絕用得最徹底，拒絕先爽後還，拒絕最低還款，拒絕下個月再算。佢哋唔係唔買嘢，只不過佢哋有一個底線，就係淨係使賺到嘅錢。佢哋冇最低還款嘅壓力，冇催收電話，冇每個月計算賬單嘅焦慮，可以一覺瞓到天光。有人講，你零負債，點解要開通咁多信用額度？佢哋話呢一啲額度用嚟留作不時之需，但絕對唔會提前消費。大家覺得零負債人群係清醒定係異類呢？而你目前為止唔計房貸車貸，又有幾多超前消費未還清？點解年輕人咁容易負債？因為成個消費系統已經假設你會借錢。年輕人買手機、買電腦、買數碼產品，超過60%都係通過分期完成購買。你一打開電商 Apps， 見到嘅唔係幾多錢，而係每個月只需要幾多錢。於是乎，你慢慢習慣唔問總價，只睇月供。另外就係收入跟唔上物價，以及年輕人消費慾望。奶茶客單價10年翻倍，耳機、潮鞋、電子產品均價上升30%以上。政治生活關鍵詞搜索量5年增長3倍。但同一時間，青年收入增長明顯慢於消費價格，一線城市年輕人儲蓄率持續下降，超過50%年輕人冇3個月應急資金。不過近年嚟，年輕人消費觀開始有所改變，越嚟越多年輕人開始講低慾望生活，講斷捨離，講不消費嘅鬆弛感。呢一班人唔係唔想享受，而係睇穿咗提前消費只會推遲自由。越嚟越多年輕人開始主動註銷信用卡，遠離分期軟件。行業數據指，中國信用卡在冊數量已經由高峰期嘅8.07億張下降至7.07億張，3年內減少將近1億。其中95後主動銷卡率高達37%，而00後冇信用卡比例更係高達42%。年輕人已經唔再將信用卡視為生活必需品，唔少年輕人選擇還清之後註銷，之後用現金或者係儲蓄卡消費管理支出。喺呢一個將借錢講到好輕鬆嘅年代，選擇唔負債，從來都唔係懦弱，而係清醒。你唔一定跑得最快，但你肯定跑得最穩。你未必風光，但係你一定自由。冇人追數，冇賬單綁住你嘅人生。記住啦，真正嘅富有從來都唔係你有幾多額度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俾我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